大家好。谢谢占道天使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获学机会学讲。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声太小了并没有他。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声太小了并没有他。从每一次开始惊天动地。我谢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获学机会学讲。今天就是一个经典讲这个楞严经。那或者准备好来准备说讲那个维摩诘。维摩诘经各位吗？有听过维摩诘经啊？那因为我们这个楞严大概也要有1年的时间才讲得完。那1年这个讲完了以后假如说后学还在的话，然后我们就讲楞严经，讲那个维摩诘，维摩诘经。因为维摩诘他是在家居士，那帮助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度化呢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那这个维摩诘呢，他是那个东方琉璃世界那个入密藏，到娑婆世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大传法轮，去度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楞严经，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性理，全部都是讲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在这个佛教这个显教部分他都没有讲说了，他属于密教部。密教佛教的那个教法有2种，一种是显教显明的教，一种是密教，就是给出原因的，像你怎么做，你按照他怎么做就可以的。那这一部经也是属于密教部，在大藏经里面第19册密教部可以找到这个内因。因为学早期在后天庙的时候有看过这一部经，而且也深入研究了，知道它对我们的帮助非常，所以也非常有心把它这个阐扬。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去接近这个楞严经所以对它的认识都不深所以或者分享给各位了解为主要所以只要我们能够静得下心来绝对会明心见性
那或许是期望各位都能够成佛。那从这个楞严经里面啊，对我们的帮助来讲非常大。那我们稍微呢把这个楞严经的背景啊，就是先了解一下，在西元502年。南无祖师大道在中国。那在我们还没有对发达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天台宗啊，有这个创天的那个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他创建了这个止观的修持法门，有听过吗？止观，止观的那修持的那个方法，那止就停止，停止我们的妄想念，就像西方拜有说能够见到啊，是楞严经那楞严经到中国。已经是西元700多年东经嘞65年西元714年归空最后呢在归空之前14年的开始完毕。那你那个大师归空呢已经100多年，所以要见到这个真正的经典既然那么多见不到，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很竟然可以也走，那我们呢有写一张就是楞严经的内容，有一边呢是太累，有一边是想收，这个或者呢就把呢先把这个重点讲出来，这个首楞严翻译成中文呢叫做一切事啊究结故，一切的事啊全部都是究结，然后呢我们不生不灭不是白天它是住在坚固之地，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切事啊究竟坚固啊就是首楞严。那太累呢它比较能够让我们越少的文字越容易记忆所以把那个很少的那个文字把这个所有里面的内容把它讲出来，它的意思翻成中文我们人心性呢在眼前那一念，这一念我们了了不明是能够觉那个觉了之心极具知的前提就是我们显现在眼前，是不是有了了不明的觉了之心？有没有？像我们坐在这边你看周遭这个很多人，对不对？面孔都不一样我都看得很清晰，对不对？那个叫做觉了，我们能够觉了，然后整个周遭的环境也都能够很清显现那么这一种觉了之心它已经具备知佛的前提大用，跟所有的佛一样可是我们呢不知道说我们现前一念竟然有这么殊胜的效果呈现
那么只因为啊，我们众生缠诸幻妄，缠绕很多的那个幻跟妄，就是缠着不真实的被这一些不真实的缠绕，然后我们那个觉了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真心啊，隐而不彰，它隐藏起来不彰显，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说，是我们自己呀，不用是没有，而隐藏起来，不为如来密因呐，就会因为这个样子，所变成了密的原因。那我们呢，这之前已经讲2年了，都要各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啊去体现，体会见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本，它一定可以呈现。只要我们万年放下也不生，那所呈现的就是真心，就是佛性本体。各位不要怀疑。所以呢，先就讲，十方之佛啊，咸依此心，这个行就是全部啦。全部呢都依照这个心，若修若正，在修正啦，都按照这个小之心。这小之心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我们会讲，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呐，就没有思想。那没有三心四相啊，所见的就是佛性前提。佛性的前提啊，真的都呈现。那我们呢，很不容易啊，做到呢没有三心呐，我们都会想过去，都会测未来，规划现在。这样的话呢，各位要了解，那个是我们身体有形有相要用，佛性不用。佛性呢，不用记起过去，也不用策划未来，也不用现在，就见前对面的就已经是是佛，就已经是佛了，这样吗？因为我们有三心被三世啊摄受，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是龙感染起摄受知道吗？把我们都已经这个搅在他们里面。那既然被三世摄受啊，我们就一定六道轮回，就有过去的，有未来的，有现在，就在六道轮回里面。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三心四相，这个三世啊摄受我们不住，那我们所呈现的全部都是佛性全体大用，都可以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努力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十方之佛呢，若修若证啊，彻底啊无疑没有怀疑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故为啊了义，究竟了义，了义知道吗？已经到顶点了就是究竟了在过去没有了就叫了义。那我们呢不了义啊，就是讲一个有过程，过程里面呢我们在经过还没有到达呢目标，所以那个叫不了义。那了义已经到达目标了，已经到位啊，到家了，很安稳了。那么此妙明真心啊，性净明体，言够了，咱的真心，我们真心，因为无形无相，所以要把它染污啊，染不得。像我们现在呢，在天空之中，我们拿油漆来漆啊，漆得住吗？不住。我们佛性也就是这个这个真理，因为无形相，你要把它染污啊，染不得。我们现在那时候有皮毛病，那是我们的习性。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然后秉性，然后习性。那佛性啊是大都有，那个秉性
啊落入凡尘有相，受气柄之限制，那个叫品性。那习性是我们自己养成的习惯性。那习惯性啊，都会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做对在哪里，所以都没有清醒的那个头脑。那我们现在研究真理啊，就是要恢复到那个清白、无染无惑的那个佛性，能够回到佛性了，就恢复本来，恢复本来以后啊，我们可以跟那个南极老仙翁啊站在一起来看整个大地的混沌，整个圆会的开始跟圆会的结束，这样的意思吗？我们都没有看过嘛，那个南极老仙翁已经看7次了，第8次的时候啊，希望我们都在身边，都在南极老仙翁身边，跟南极老仙翁一起来看这个大地的混沌。我们佛性啊，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生也不灭，永续都在，永远千亿万年都存在，所以那个谢谢你，谢说那个老师都要吐消息，深信我们人可以留下累世的记忆。我们有没有记忆啊？有啊，那很不错都能够有记那个累劫就是也会累世就是6道轮回。那我们呢，在所有圆会、所有6道轮回里面，我们呢是在苦海里面沉溺啦。那苦海所以我们要脱离这苦海，那要自己精进，要自己呢认清因果，因果很厉害所以我们修道最重要就是要相信因果所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没有形象，不会染到污垢。只要我们辞掉那个妄执，妄呢就是不真，虽然有形象显现，这有事情，这很快就后面那个都是假的，那个叫妄，那执着，我们是铁板一块，谢谢，我们不承认自己是铁板一块，很难很难发现我们的那个不对嘛，所以我们要了解，既然发现了，就要用那个清晰核心转变，所以要除掉妄执，我们的那个心本质也满呈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都是佛，所以叫切事究竟这个太累，我们把它翻过来，到背面，详说，详细的来说明这个所能言，然后所能言叫做一切事境，那境就是这个叫 END 是吗？电影来了之后3个字END 就是完，境是完的，完的究竟呢不可得，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现象，我们要拥抱它呢，住为了，莫为了，所以究竟不可得，全部都是演技得生，也善美，完整的万象万事都是这样，都是演技就呈现，然后演善就没有了，演技则生，演善则灭，在众生眼前虚幻的现象，在我们眼前显现出来，咱拢改当作真的啦，它是虚幻，假的不真实，全部不真实，众生迷惑，在此现象
之中，迷惑了，都不知道它呢无常。那么从五蕴，这五蕴知道吗？色受想行识，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啦。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精神。所以要了解那个五蕴蕴机，阿弥陀都要我们在生活中不要蕴机五蕴。我们这个蕴这个五蕴一定会在凡尘现象。这一个身没有了，又换另外一个身又呈现在凡尘。所以要我们都不要蕴机他们五蕴我们身体是假的，受想行识是假的，情物都是假的，都不真。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最大的原因会最大原因就是那个受我们对凡尘给我们的感受不知道它是假，把它当成真，所以受很多业让我们受苦。那么六路六就是呢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另外呢六尘就是呢色声香味触法。那么六路有时候是跟路尘，有时候呢是尘路跟六进路了。我们根的话，眼跟我们看所有形象，这个叫根，然后路色路那个凡尘路尘，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尘路根的话，不是呢自动外向，而是它外向自己跑进来，那个叫尘路根，这样了解吗？不要讲。再说一次，有时候耳朵啦耳朵来听人讲细声话，那个叫根路尘，那个声音就是凡尘的成像。那假如说是我没有去听外面的声响，可是外面的声响自然跑进来，那个叫尘路根，这样了解吗？这样就知道了啦像我们这个就是跟外面的气就是尘有时候人家很香的东西鸡排炸鸡排那个尘已经跟一根来了，这样子嘛有时候我们到一个生疏的地方，然后彼此一直在看有什么气味说这个里面屋子里面有什么气味那个呢是跟路尘都很容易了解这个意思，对不对？这个叫六路六路也是虚幻不实在，变化无常，都是假的，对不对？它很快都变化。那么12处就是两个加起来六根呢跟六尘加起来有12个处的地方所在眼有眼的地方所在，耳有耳的地方所在，鼻有鼻子的地方所在，舌头有舌头的地方所在，对不对？那六尘的话，色有色的地方所在，声有声的地方所在，各有各的地方所在，叫处。有12处，这样子吗？一样是变化无常全部都是假的。那8界呢？就是六跟六尘产生64、36、18，各有各的界限，一定有一个界限。耳朵有耳朵的界限，
然后呢，那个色有色的界限，声有声的界限，然后我们产生那个视有视界限，18界啊，因为我们6根对6层产生6识，然后做了很多事啊，所以集合起来啊，就18层地狱啊，能了解吧？我们所作所为啊，假如说都随顺了意念呐，不加辩责，不加以挑选的话，那大概就进18层地狱啦。所以这个18界啊，各有各的界限。你像这个眼睛的界限啊，它不能侵入到耳朵，眼睛可以听声音吗？所以就知道它的界限不明，对不对？耳朵听声音就没有办法看形象，是不是有各界限？所以18界，你看一下不？都不会很深。然后7大就是水火风土啊，风见识7个。它为什么说大？因为它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水火风土空见识啊，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称为大。那个大就是摩诃啦，摩诃就是很大，大到呢，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包含，大到无外啊，小到无内，就是包含整个虚空，7大，这样知道吗？范围是不是很广？从5蕴6入12处18界到7大，就包含我们凡尘所有的一切，凡尘所有一切啊，都来自一些名词里面。那前皆是假，全部都是假的啦。为什么说都假？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它不会永远不变啦。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不是没有，不是呢，形象没有，不是事情没有，形象有，事情有，可是无常变化，它一直在变化，所以说它是假，真的话就不变了，不变才叫真啦，会变都叫假，你知不？所以我们不能用假的心来修道，就是不能用变化的心来修道，要用不变真心来修。然后我们万年放下面不生，真心来呈现，用那颗心来修，就会成佛。了解吗？会很真的。而众生呢，住在始终，我们众生呢，都住在5蕴6入12处18界7大，全部都住在里面，住在这一些形象里面，故有生灭气来成住爱空，因为我们住在里面，这一些呢，5蕴12处18界7大，它都有生，还有灭，它有去有来，有成有住有坏有空，都跑不掉呢。这一个定律，绝对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这些生灭气来如何都是变化无常变化。来来去去，这个黑夜去了白天来，白天去了黑夜来，春天去了夏天来，对不对？都一直在变化。可能吗？可能。一定会变，它自然在变。的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如如不动，而且因为没有形成，所以就不会变。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种种生灭气来成住坏空，种种不坚固之相，
都是不坚固啦，对不对？它不坚固，一直在变化。而是佛物之佛的已经证悟了，已经知道此等相是一些形象，非因缘，非不因缘，了解意思吗？不了解，非因缘就是不是因缘，是一些现象，它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在咧主宰啦，安尼一做伙得呈现。所以我们就讲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无因生，这样了解吗？还是不知道？这个我们要这个拼，然后意思，他呢，不是因缘，不是说背后有一个人你在改安排，要他什么样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非因缘，然后非不因缘，就是说我们无为无为背后有一句讲，无所不为，这个比较会来了解说非因缘非不因缘它的意思它无为就是没有寂无心，是从佛性自然呈现，无所作为，无为。可是无为，以前没有那种像我们定义无为，一直像底那个石桥有没有？没有，没有拉来者，它来呈现。所以非因缘非不因缘，非不因缘的意思就是因缘它也是因缘呈现。就是不住在两边，不住在因缘，不住在不因缘。然后底下的意思，非自然，非不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就是两边都离开，离开两边，就进入中道，就进入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所以我们时常听万法皆空，没有？都时常听到万法完成的万象万事全部都是空，万法皆空。可是后面少讲一句空性即是佛性，万法皆空，不是空了吗？空性即是佛性。了解哦。好像我们开始讲这个《道德经》的时候各位先生说，这个切这拢听有，即马去讲到2年这个更加深，会不会？不会啦只要我们努力的听然后努力之手一定会进入状况，而且会很高兴欢喜充满整个我们的佛性都跟我们在一起很亲切。以正德坚固之离体就是那个知佛已经证悟他已经证得坚固之离体坚固的理呢就是不生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大概是摸到还没有证悟，对不对？有摸到未？妄想不生时候，就已摸到咱的真心咱的性本体不要怀疑，那个就是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那个正德坚固那么此体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本体呢就是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那我们众生六道轮回，这个如来藏含
藏所有因果善恶的种子，安尼知影无？咱要藏什么？我们要藏万象万事嘛，很宽广，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是藏善恶种子啊，哇，那个六道轮回的果报就一直绵延不绝啊，就脱离不了，都是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身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妙真如性。不是很奥妙，就是不假是真的如道来那个如一如一切如，一真也真如真如呢就是佛性本体，清净本来它本来就清净，不是经过我们洗涤了以后才清净，它本来就清净然后周遍法界能够周遍整个法界凡尘的事毕竟无有一事件可我们凡尘的所有四个相都可得，我们讲摩罗摩了用变化，那么以正德常住坚固之地那个呢能够了解到那个佛性的状态就是已经证得常住坚固之地，是进入所灭三昧，三昧就是生灭三昧完成之后叫做生灭所能言三昧就是咱佛性本身所具备的正定。那么一名呢住在长极光土，那么长极光土是佛教在讲它有这个凡圣同居方便有余土，然后呢十报庄严土，然后长极光土。那么我们所说的里面你知道吗？都要佛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顺德那长极就已经回到里面。那么佛说此经佛在讲的念经发明众生本具之真心，就是明了，让我们明了我们本身所具备的那个真心，本身所具备的佛性，和佛本身没有两样是一样的，跟佛一样只要放下根本相对根六根成六尘，只要我们肯放下六根六尘相对说产生的六事就是心意识，真心真心就对，真心是道就是道，其实佛性本体所有修道者要在此方向中努力成道无疑结合为成他们佛在清明之中就比喻是以佛典那佛典就是这个佛的典典上佛头的上面佛这个现等相32相之一那菩萨跑到用神通跑到虚空，然后下看要看佛头点，看不见我看佛的那个头点所以佛点不见顶相32相之一表示呢是佛法已经是最殊胜的佛法这个从眼就是最殊胜的佛法。那么观在所有佛法之上，所有佛法都无越于此，不会超越这个眼，而在日常生活之中皆都呈现此法
这个能源啊都呈现。那么第二个体会啊，一定要体会亲切啊无比，实在有，我们都有种眼，而且决定是有不比啊，以所以要我们不注意见相，这个主三对这个摆那个主塞，要主塞在线跟主塞线，现在你要意思吗？就是不要注相的意思啦，我们很容易注相，我们众生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住相，我们不烦恼啊，都没有了因为都不住相，所以往后啊，烦恼一来就要想说我住相了，看看我们住在什么形象，把那个形象分析的透彻，以后啊就会知道我们住的形象。我们干嘛住啊？所以要放聪明一点，不要住相，不要住相啊！这样的意思吗？所以这一章所能言啊，就是我们要研究能言的纲要，就是法要啦，很重要的法。那我们大概从5、6、6、12、18讲跟7讲一直。一个个详细的来解说，接着本文里面释迦牟尼佛很详细的解说它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呢就翻开这个楞严经，各位手上都有吗？没有的话，我们旁边有，两边都有去拿来看。这个回去来的时候拢是互咱大，这人分量，拢不加糖没有分量，那么楞严经的前名啊，叫做大佛典，如来密意修正了义啊，施菩萨万行。守楞严经呐，有这么多文字啦。那我们都我们中国人有简略的那个性，那不讲那么多啦，去记啊，讲楞严经的话，上尾迄个记的就好啊，就来讲规本意思啊，拢会造出来。各位还是那个课本啊？没有的话，你举手，我们这个服务讲师呢会拿给你，要看的比较容易啊，能够了解它的意思。我们呢从那个名称啊来了解里面大致的内容对。前面我们有学信愿行正，有没有？那个大佛典那个如来密我们就是要信，那个信就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修正了义啊，那个需要愿，有愿意，我们的做法才能够呈现那个功效。然后那知菩萨万行啊，那个实行，就是要去做，一定要做，这个完成的事业啊，要做才会成功。何况呢，我们这个是正事，要成佛的，更是要做，所以知菩萨万行。然后呢，守楞严经啊，只是要我们正，所以信业行正，都已经包含在
新的名称里面，要呢，信愿行正，这样了解意思吗？大佛顶如来密啊，一定要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是属于信的部分。然后修正了义啊，要修正了义啊，就是一定要有愿，所以愿大力量大，愿小力量就小，愿很大的话呢，知天学佛啊，常知道，要有愿，在凡尘也是一样，凡尘事啊，有愿就容易，那个成功的几率就很多。那是不是忘记那个要行？那不是空口说白话，爱一斗爱一者，然后手念经就是正，心念行正，所以我们从这个名词了解。那么旁边呢，有礼教行国，有没有？这个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讲。大佛顶如来密因，那个呢就属于啊，礼啊，属于礼，然后修正了义啊，那个就属于教，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我们世界的众生，就是要修正了义，然后知菩萨万行一样，是一行，就是要做，所以前后两个做的部分啊，都一定要，就是在生活之中啊，我们就是要做，所以做才会成功，对不对？要做。有时候呢，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什么都不做，那就叫努力在做，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努力在做，做东西，那个叫生灭。很奥妙都变得讲对啦，点拢无爱做讲完对啊，很正确的，不是有来讲那个正贤官那个吗？他一直都很努力啊，在做，他都有那个法持在啊。后来他就改变方法啊，我这一生已经没希望成佛的了，我就种佛因啊，来生再说，就把什么都不要都放下了，结果它的功效就呈现，那个就是把法执啊去掉了。那我们那个法执最难去掉，释迦牟尼佛都讲，他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的大概都这个500世啊，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佛给我受记，修啊才丢那都无，就是因为他心中呢有所住在最殊胜的无上正等正觉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了解意思吗？以前我们曾经用那个呢养宠物啊，就是猫你很这个爱它的话，你要轻轻摸它才会蹲在你的身边，对不对？你摸完呢，跑了，对不对？懂不懂意思？我们抱得很紧，那个叫法执啦。你轻轻的抚摸，就是放下，放下才成功了。你抱得很紧啊，这个法执在永远都在那个还是竿头，缺少更进一步。各位前辈，还是竿头更进一步是什么？白纸竿头还有依赖你更进一步全部都空了依赖都无去会吓死对不对？拢唔敢放对不？唔敢放就袂成就啦。
所有那旁所有有形有相啊，全部都不见了，无形无相，整个世界就是刹现前身，那个毗卢遮鲁整个都出来，成就了，了解意思吗？那么在底下所那人心啊，那个国那个礼教兴国